以前我哋成日話馬照跑，舞照跳，講到香港係一個永不落幕嘅東方之珠，但係你又有冇諗過，短短30年之間，成個大環境可以出現咁翻天覆地嘅改變？今日行喺銅鑼灣或者旺角嘅街頭，你有冇發覺嗰種以前逼到抖唔到氣嘅熱鬧好似消失咗，攞而代之嘅係一種講唔出嘅冷清？以前我哋上大陸係帶住一種衣錦還鄉嘅優越感，覺得自己袋住港紙係大爺，但係去到2026年嘅今日，情況竟然完全調反轉。130萬人，呢個唔係一個簡單嘅數字，而係一場無聲嘅大逃亡。每個週末，羅湖、落馬洲、深圳灣口岸全部塞到爆晒，成千上萬嘅香港人好似趕住去投胎咁湧入深圳，湧入大灣區。有人話香港已經淪為咗一個賺錢地獄，喺呢度你只可以生存，唔可以生活。究竟發生咗咩事？點解我哋會由以前嘅天之驕子變成今日要北上揾食、北上消費，甚至北上醫牙嘅避難民？今日我就要同大家一針見血咁踢爆呢場北上逃難背後最殘酷、最真實嘅真相。我哋先講返30年前，即係1990幾年嗰陣，香港係咩樣？嗰陣係香港嘅黃金時代，遍地黃金，只要你肯捱、肯拼，喺中環揾份工，或者喺深水埗擺個檔，買樓買車好似係理所當然嘅事。嗰陣時嘅深圳，喺香港人眼入面只係一個大工地，係我哋上去按摩、食酸菜魚、買老番嘅地方。我哋袋住幾千蚊港紙上去，直頭覺得自己係富豪。但係你睇下而家，風水輪流轉呢句話真係唔係講笑。2026年嘅今日，香港人上深圳係為咗乜？係為咗買餸，係為咗去超市掃平貨，係為咗睇醫生。點解我話香港變咗賺錢地獄？因為喺香港，你賺到嘅錢根本唔係你嘅，係交租嘅，係幫地產商打工嘅。你試諗下，一個普通嘅打工仔，每個月賺2-3萬蚊，扣咗個1萬幾2萬蚊租，剩返嗰幾千蚊，喺香港食餐飯都要100幾十蚊，你點生活？喺香港，每一啖空氣，每一寸土地都係錢。以前我哋引以為傲嘅效率，而家變成咗一種病態嘅壓迫感。餐廳服務員嘅面色黑過炭，你坐耐少少都好似殺咗佢全家咁。行街買嘢，你想睇多兩眼都驚俾人白眼。呢種生活質素，簡直係對靈魂嘅磨損。相比之下，深圳或者珠海、中山呢啲地方，點解可以吸引到130萬人？唔通真係因為嗰度啲嘢食特別好食咩？唔係，係因為嗰度有人嘅尊嚴。喺深圳嘅商場，你係客，人哋會笑面迎人，你用幾百蚊人民幣可以食到一餐5星級酒店質素嘅晚餐，仲要有人幫你摸蝦。喺香港，你用幾百蚊，可能只係食到個質素一般嘅快餐。呢種性價比嘅極大反差，令到香港人開始覺醒，點解我要喺香港貼錢買難受？呢130萬人入面，有好多係長者，佢哋勞碌咗大半世，去到60-70歲，發覺自己喺香港嗰份強積金或者嗰少少積蓄，根本唔夠佢哋喺香港體面咁過晚年。喺香港住間老人院，1萬幾千蚊一個月，可能只係得個床位，仲要聞住陣尿味。但係如果佢哋拎住呢筆錢返大灣區，可以住到一間好似度假村咁嘅養老院，有專業醫療護理，有花園可以散步。呢種生存同生活嘅選擇，根本唔使諗。仲有班後生仔，20-30歲，佢哋更加現實。佢哋見到香港嘅樓價，就算跌咗少少，依然係天價，依然係要唔食唔用30年先買得到個廁所。於是佢哋選擇港車北上，一到放假就開車上去，住好啲，食好啲，甚至有人索性喺深圳租屋住，每日交通往返。你話辛苦？佢哋話喺香港住嗰間劏房先至叫辛苦。呢個現象背後，其實隱藏住一個好大嘅危機，就係香港嘅消費力正在被掏空。以前香港係購物天堂，而家係智商稅天堂。我哋喺香港買件衫、買個電器，分分鐘貴過北上買1倍。加上而家物流咁發達，淘寶、
拼多多直飛香港，連去街市買餸都可以用 App 搞掂。當130萬人都唔喺香港消費嘅時候，香港嘅零售業、餐飲業點生存？所以你見到街上咁多執笠嘅鋪頭，唔係冇原因。有人會話，香港仲有金融中心地位啊，仲有專業服務啊。係，專業服務係仲有，但係當你發現深圳嘅科技、AI， 甚至係醫療技術都開始追上嚟，甚至超越香港嘅時候，我哋仲有幾多老本可以食？我哋以前成日笑人哋大陸嘢唔安全唔好，但係2026年嘅今日，你睇下深圳啲新能源車，睇下人哋嘅電子支付，睇下人哋嘅城市規劃，我哋仲好意思用嗰種高人一等嘅眼光去睇人咩？最令人心痛嘅真相係，香港好似失去咗嗰種創新嘅動力。我哋仲係沉迷喺地產金融，仲係想點樣由市民袋入面榨多1分1毫。政府雖然口口聲聲話要轉型，但係慢半拍嘅政策往往跟唔上時代嘅步伐。而呢130萬人北上，其實係一種用腳投票。佢哋用行動話俾全世界聽，邊度有生活，邊度有希望，邊度可以令我嘅錢變得更有價值，我就去邊度。我記得我有一個朋友，佢今年40歲，喺香港做緊中層管理，人工都有5、6萬蚊。以前佢週末係去中環飲嘢，去尖沙咀行街。但係前幾日我見到佢同我講，佢而家每個星期六都會帶住全家大細去深圳嘅倉儲式超市掃貨。佢話以前覺得上去好麻煩，但係而家發覺喺香港買一盒藍莓要60蚊，喺嗰度買一箱都係100蚊左右。佢話佢唔係窮，佢係唔想再做冤大頭。佢話香港而家嗰種物價已經去到一種唔理性嘅地步，係一種對打工仔嘅剝削。呢種剝削感係普遍存在於香港人心中嘅。你返工要面對全世界最長嘅工時，收工要面對全世界最貴嘅物價，仲要面對全世界最細嘅空間。喺呢種三座大山嘅壓迫之下，北上避難就變成咗唯一嘅出口。你以為嗰130萬人係去玩？唔係，好多人係去揾返嗰種生活嘅呼吸感。我哋仲要面對一個好現實嘅問題，就係優勢轉移。30年前，我哋係老師，人哋係學生，而家人哋喺好多領域已經變成咗老師。就拎醫療嚟講，以前香港人病咗，死都唔肯返大陸睇醫生。但係而家，因為香港公立醫院排期排到天荒地老，一等就係3、5年，私家醫院又貴到離晒譜，好多香港人開始選擇去深圳嘅3甲醫院。人哋嘅設備最新，醫生經驗豐富，重點係價錢只係香港嘅幾分之一。當連命都要靠北上嚟救嘅時候，你仲可以話香港係以前嗰個香港咩？呢場30年一遇嘅大變局，其實係對香港嘅一次終極考驗。如果香港仲唔反思，仲係靠住以前嗰套高地價政策、高消費模式嚟運作，咁呢130萬人好快就會變成200萬人、300萬人。到時香港剩返落嚟嘅，可能只係一座空殼，一座只剩返回憶嘅孤島。講到呢度，可能有人會覺得好悲觀，覺得香港係咪就咁完咗？我覺得又未必。風水輪流轉，既然30年前可以轉去香港度，30年後轉走，亦都可以再轉返嚟。但係前提係，我哋要認清現實，我哋唔可以再活喺以前嘅幻象入面，覺得香港永遠係最好嘅。我哋要問下自己，點解我哋留唔住自己嘅市民？點解我哋嘅後生仔要向外跑？如果香港要翻身，就一定要打破地產霸權嘅鎖鏈，要真正降低生活成本，要揾返嗰種真正嘅服務精神。我哋唔係要同深圳比拼，我哋係要比質素、比創意、比嗰種無可替代嘅文化底蘊。但係如果我哋連一碗雲吞麵都做唔好，連一個客都唔識尊重嘅時候，我哋憑咩叫人留低？130萬人北上嘅真相，唔單止係因為人民幣平咗，或者大陸好玩咗，而係因為香港變得太攰啦。呢種攰係由骨入面滲出嚟嘅，係一種對未來失去期望嘅攰。我哋需要嘅唔係更多嘅高鐵站或者橋，
我哋需要嘅係一個可以令人安居樂業，可以令人見到希望嘅家。如果你問我2026年嘅香港係咪仲值得留戀？我會話呢度始終係我哋嘅根，但係呢棵根而家好乾，需要水，需要養分。而呢啲養分唔係靠口號嗌出嚟嘅，係要靠實實在在嘅改變。如果我哋仲係選擇視而不見，仲係覺得呢130萬人只係貪小便宜，咁我哋就真係太天真啦。呢場北上逃難潮其實係一個最後嘅警號，佢話俾我哋聽，時代嘅巨輪已經轉動咗。以前我哋笑人哋係鄉下佬，而家我哋要學識放低身段，去睇下人哋進步咗幾多，去諗下我哋自己仲剩返啲乜。呢個世界冇永遠嘅贏家，亦都冇永遠嘅地獄，關鍵係你有冇勇氣去面對真相，有冇決心去改變現狀。30年嘅時間可以令到一個漁村變成國際大都會，亦都可以令到一個傲慢嘅城市慢慢沒落。香港正處於呢個十字路口，嗰130萬人其實係用佢哋嘅腳幫香港寫緊一份最真實嘅診斷報告。問題係掌權者同埋我哋每一個香港人有冇勇氣去打開呢份報告，去睇下入面嗰啲血淋淋嘅真相？我今日講咁多，唔係想踩低香港，而係因為我太愛呢個地方，所以我唔想睇住佢繼續沉淪落去。我哋要揾返嗰個有生命力、有包容力、有創造力嘅香港，而呢一切都要由認清呢場北上逃難嘅真相開始。大家諗下，2026年我哋仲有幾多個30年可以浪費？當深圳嘅無人機已經喺天上面送外賣，當人哋嘅自動駕駛巴士已經喺街上行緊，我哋仲喺度討論緊要唔要收垃圾徵費，仲喺度計住嗰幾蚊雞嘅水費電費。呢種落差先至係最令人覺得絕望嘅地方。我哋唔可以再做一隻溫水入面嘅青蛙。呢130萬人已經跳咗出去，佢哋見到出面嘅世界係點樣嘅。我哋呢啲仲喺水入面嘅，係咪應該諗下點樣可以令呢殼水重新變得清涼，變得適合生存？香港淪為賺錢地獄，呢句話聽落好似易，但係如果你問下嗰啲每日工作12個鐘，連一餐安樂茶飯都食唔到嘅基層市民，佢哋會話俾你聽，呢個就係佢哋嘅真實人生。一個城市如果連最基本嘅尊嚴都俾唔到佢嘅市民，佢憑乜嘢叫國際中心？所以唔好再怪香港人點解要北上，唔好再話佢哋唔支持本地消費。消費係一種選擇，而生活係一種權利。當香港俾唔到呢種選擇同權利嘅時候，北上就唔係一種背叛，而係一種自我救贖。我希望有一日，我哋唔再需要因為想食一餐平飯，想買一份平餸而要奔波幾十公里去另一個城市。我希望有一日，香港嘅街道可以重新充滿笑容，而唔係充滿怨氣。但我哋都知道呢條路好長，亦都好難行。呢場30年一遇嘅風水輪流轉，係歷史嘅必然，亦係人為嘅結果。130萬人嘅真相，踢爆咗香港最後嘅一塊遮羞布。面對現實，先至係救香港嘅第一步。如果唔係，我哋只會喺呢個賺錢地獄入面，繼續慢慢咁枯萎落去。你可能會問，咁我哋普通人可以做啲乜？我覺得首先要保持清醒，唔好被嗰啲所謂嘅數據、所謂嘅歌功頌德蒙蔽。去睇下街上嘅吉鋪，去問下身邊朋友嘅壓力，去親身感受下深圳同香港嘅差距。只有當我哋每個人都意識到問題嘅嚴重性，嗰種求變嘅力量先會形成。香港人最叻係咩？係適應，係變通。以前我哋可以喺石硤尾大火之後重建，可以喺沙士之後重生，點解而家唔得？因為我哋以前有方向，而家冇。我哋以前知邊度係機會，而家只見到阻礙。呢場北上潮其實亦都係一個機會，迫使香港去重新定義自己。我哋唔再係唯一嘅窗口，咁我哋可以做乜嘢？我哋唔再係最有錢嘅大哥，咁我哋可以點樣發揮我哋嘅獨特性？
如果香港可以揾到新嘅定位，咁呢130萬人或者有一日會重新返嚟，唔係返嚟避難，而係返嚟建設。但係喺嗰一日嚟到之前，我哋要先學識生存，學識喺呢個地獄入面揾到自己嘅生存之道，或者係北上揾資源，或者係喺本地揾空隙。總之唔好放棄，因為香港人嘅精神從來都唔係坐喺度等死，而係喺最艱難嘅環境入面揾到嗰條通往光亮嘅路。130萬人，每個人背後都有一個故事，都有一個不得不走嘅理由。呢啲理由加埋一齊，就係呢個時代最真實嘅寫照。今日我將呢啲真相踢爆出嚟，唔係要製造恐慌，而係要大家一齊面對。因為只有面對真相，我哋先有機會去改寫未來。2026年，香港嘅故事仲未寫完。雖然而家呢個章節睇落有啲灰暗，甚至有啲絕望，但係只要我哋仲識得反思，只要我哋仲有一口氣，香港就仲有機會。唔好再計較嗰30年嘅失去，要諗下未來嘅30年，我哋點樣可以再創奇蹟。不過喺奇蹟出現之前，我諗我下個禮拜都要上去深圳轉個圈，唔係因為我唔愛香港，而係因為生活真係太貴啦。我想去揾返嗰種久違咗嘅做人嘅感覺。呢個就係130萬香港人最心底、最無奈，亦都係最真實嘅告白。你哋又有冇諗過，如果你有得揀，你會選擇留喺呢個賺錢地獄繼續掙扎，定係加入呢130萬人嘅大軍，去出面揾一個新嘅出口？呢個問題冇標準答案，只有每個人對生活嘅唔同理解。我哋成日話香港精神，以前係指獅子山下，而家可能係指羅湖橋下。呢種諷刺其實係一種自嘲，亦都係一種進化。當香港人開始學識喺更廣闊嘅空間揾資源嘅時候，其實我哋嘅韌性係加強咗。只係對於呢座城市本身嚟講，呢種韌性背後嘅代價真係太大太大。30年嘅輪迴，我哋見證咗一個時代嘅興起，亦都見證咗一個模式嘅崩壞。130萬人嘅北上真相，唔單止係經濟問題，更加係社會問題、心理問題。當一個地方留唔住佢最優秀嘅後生仔，留唔住佢最勤力嘅打工仔，留唔住佢最需要安穩嘅老人家，咁呢個地方就真係要好好檢討下。呢篇口播稿寫到呢度，我嘅心境其實好複雜。我有對往事嘅懷念，亦有對現狀嘅不滿，但更多嘅係對未來嘅期盼。我希望下一次同大家傾偈嘅時候，題目唔再係逃難，而係回流；唔再係地獄，而係樂土。但係喺嗰一日嚟到之前，請大家保重。無論你係喺香港拼搏緊，定係已經北上揾到新生活，都要記得，我哋係香港人。我哋嘅靈活，我哋嘅眼光，我哋嘅堅持，係無論去到邊都唔會變嘅。真相雖然殘酷，但係只要我哋仲識得笑住去面對，就冇嘢可以難到我哋。130萬人嘅真相，我今日就講到呢度。呢個題目太大，大到可以講幾日幾夜，但係最核心嘅嘢，其實大家都心照。希望大家聽完之後，可以喺呢個紛亂嘅時代入面，揾到屬於自己嘅方向。唔好俾環境打敗，要學識喺環境入面揾到新嘅生命力。2026年，風水仲喺度轉緊，我哋每一個人都係呢場變局入面嘅一份子。無論你點樣揀，最重要係對得住自己，對得住生活。香港加油，香港人更加要加油。喺呢個賺錢地獄入面，我哋一齊揾返嗰粒屬於自己嘅金子，一齊行出屬於我哋嘅路。最後我想講一句，30年嘅風水輪流轉，轉走咗我哋嘅優越感，但轉唔走我哋嘅意志。130萬人嘅北上，唔係結束，而係一個新篇章嘅開始。我哋一齊睇落去，睇下呢座城市可以喺呢場大變局入面點樣浴火重生。講咗咁耐，其實大家都明白，生活從來都唔容易。無論係喺香港定係喺大陸，每個人都係為咗嗰幾兩碎銀，為咗屋企人可以過好啲。呢130萬人，其實都只係想過返啲平凡而有尊嚴嘅日子。
如果香港可以俾到呢樣嘢我哋，邊個想離鄉別井？邊個想奔波勞碌？呢個先係最值得我哋深思嘅問題。真相踢爆咗，心情或者會沉重咗，但係眼光一定會清晰咗。我哋唔再需要那些虛假嘅繁榮，我哋需要嘅係實實在在嘅幸福。2026年，香港人，我哋一齊努力喺呢個風雲變幻嘅時代，揾到屬於我哋嘅安身立命之所。風水輪流轉，或者下一轉，就係我哋重返巔峰嘅時候。但係喺嗰之前，請先睇清楚腳下嘅路，認清面前嘅真相。130萬人嘅北上，係警鐘，亦係啟示。我哋下次再見。